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顶一集的节目，咱来报道职业妇女妈妈伫个工作甲家庭之间垃圾上头烧的困境。华视新闻进一步追踪发现，其实伫个台湾有部分的企业对待职业妇女妈妈是愈来愈友善，而且幸福的企业来上班，万不一囡仔若破病，妈妈会当伫个厝来上班，甚至有外商公司伫个办公室设置幼儿的游戏区，参小朋友食点心、啉饮料，拢是公司来出钱。这幸福企业的头家眼光看真远，因认为员工来生养后一代是人生的大代志，应该爱来鼓励。那么期待有更较侪企业愿意响应，帮更较侪上班族来打造工作甲家庭会当兼顾的幸福的生活。咱就来看，这个幸福企业的员工到底有偌幸福？这天是拜五，嘛是台湾 Google 办公室的亲子日。对休息区、办公区到员工餐厅，到处拢会当听到小朋友的笑声，带囡仔来上班，并不是只有伫公司举办活动或者是假日。其实伫 Google 早就是常态。平常时只要员工有需求，不管是爱饲奶的小宝宝，或者是像这的小朋友，对爸爸妈妈上班绝对无问题。带小朋友来上班，对。每天爱注意这大小活动的细节，请大家搁配合国外时间进行会议。伊是负责 Google 台湾甲香港的公关经理张玉兰，一定想袂到，看起来真少年的伊，已经是两个囡仔的妈妈，只是工作甲家庭敢袂当兼顾。跟着伊的脚步，带恁来看网络龙头企业安怎打造亲子友善节点。但是也没有规定说，你就是什么时间点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带小孩来，这个完全是弹性的。所以呢，也不见得就是说所有的同事都会带小孩来，大家是自己规划。通常大家都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。举例来说，比如说小孩子学校突然临时有这个肠病毒，他就是全体停课了，那你暂时没有办法。友善节场和爸爸妈妈无后顾之忧，会当从事工作。一面带囡仔，而且对办公室硬体规划，都会当看出来，这对小朋友真大心。用榻榻米打造出来，平塔安全的休息区，放一寡佚佗物啊，就连球池嘛有啊。这当讲是小朋友的天堂。咖啡厅内面嘛真温暖，饮饮料、食点心，拢是企业买单。这囡仔笑声拄着嘛传出吵闹声音，不过父母温柔的表情，或者 Google 公司的文化更加温暖，嘛更加人性。可能刚来 Google 的时候，刚怀孕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有家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才刚加入 Google 没多久，你才加入这间公司没多久，你就怀孕，这样子可以吗？”那我听了非常的惊讶，因为我会觉得生小孩这样子一个自然的事情，我还需要配合公司的脚步，或者说配合我的工作。但在 Google 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，我们认为这个生小孩是人生中非常自然不过的一个情况。那就是说，工作它当然可以是你生活中非常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但是它不应该占据你生活的全部。也就是说，人结婚生小孩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，然后传递生命，所以工作本身反而不应该去影响到这个部分。两个囡仔年纪拢也未满5岁，咱家亲每天接送小朋友，等于厝就算搁较无用，爱替小朋友亲手做护食品，卖拄着囡仔临时破病咧，这阵充满单纯的工作模式，会当讲嘛该帮忙着。Hello， 大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妹妹今天发烧，所以我就没有去公司，我在家里拨进来跟你们开会。妹妹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需要休息一下。可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下个月在旧金山的 Women and Google 的会要讨论一下有多少人参加，然后还有一些内容。小朋友咧艰苦，爸母无法度入去公司，慢慢甲宝宝等下唔管，私信会议做伙开会，同事嘛袂卖完，或者是伊因为赶工。
因为可以让你弹性的去分配工时，然后再加上云端的工作机制，可以让你自己去分配什么时间做到什么事情。应该处理的公务透过网络连接，当互相传达的文件甲进度，嘛确保工作袂 delay。公司优先对待这场妈妈来到Google工作过当的经历，感受上深刻。第一次面试完大概2个星期，我就发现我怀孕了，然后我就立刻通知那个时候我的 HR， 然后也通知当时我的面试者，那他们都给我非常善意的回应，就是说，怀孕这件事是对人生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因素而对于就是要雇佣我有任何的疑虑。那也因为后来我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，所以事实上我加入 Google 的时候，我已经怀孕大概4个月5个月了。对，然后所以我进来 Google 没有多久，大概半年，我就去生了我的老大。对，那我觉得以这个方面来讲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Google 跟其他公司文化的不同，就是 Google 不会因为员工或者是说面试者有怀孕生子的打算，而对于他们在雇用上面有任何不同的分别。拍破其实对有新员工照常录用，也无怪经理在 Google 工作5档生2个宝贝。是囡仔伊是高手，这场同款嘛，发光发金。那在留在台湾的同学呢，他们大部分就是讲到生小孩要照顾小孩，他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对自己的那个就是职涯有任何的影响。可是，在美国的同学呢，不管是不是在科技业，是不是在 Google， 或是在美国的传统产业，他们都认为弹性上下班时间，或是在家工作，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他们不用去担心任何人的眼光。就让我想到说，是不是其实只有台湾才有这样的问题？下晡3点，另外一位这场妈妈润来到市零食，后面半小时是伊的私人时间，只要伊先伫工作行事历顶面提前标注，同事看到就自动撇开，避免伫这个时间开会讨论，真正不得已，麦当透过线上语音参与讨论。我自己有没有怀孕，跟我有没有生了小孩，其实我回到职场，我在工作上，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差异，就是同事对我的态度也都是一样的，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的自在。我们公司的产假女生来讲是18周嘛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相当的好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尤其是如果对哺乳妈妈来讲，其实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在你生下小孩最初那几个月，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陪着小孩，然后这样子，我觉得对哺乳成功的部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。88也是有放假的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。用做亲子优先这场，互员工会当放心成用的一代，嘛互 Google 台湾公司的生育率比其他公司企业较悬。曾经伫 Google 美国本部工作3档的爱丽丝，伊嘛决定要将优先这场的概念散布出去，带到家己创业的公司。公司员工内面将近100个人，超过半数拢是厝内有小宝贝、爸母。办公室亲像是小朋友的游乐园，因为这间台湾企业3个共同创办人决定，要营造一个让爸爸妈妈免担忧的工作环境。提供这个环境有一个 playground， 让妈妈可以带小孩来。那可能小孩在这边玩，妈妈就在旁边的小桌子这边工作，那他也可以看到他的小孩。那我们公司也会加入我们公司的人，应该都蛮喜欢小孩的，所以大家其实都蛮欢迎小朋友来这边的。伫碰椅区，妈咪会使放心陪伴囡仔，嘛会使一面用笔记型的电脑继续家己的工作。之前曾经伫美妆公司上班的婷宜，加入这个大家庭了后，嘛深刻感受到伊的差异。觉得会有一点不习惯呢，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工作环境再怎么说，其实就是我觉得相较之下，对于即使你去拿个那个挤奶器去会议室挤奶，你都会觉得好像去占用到了别人的时间，或者是占用到了就是同事之间的一些，我就会让同事觉得之间会比较不好意思。所以第一次来带小孩来这边的时候，总会觉得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，或者是你怎么样让他就是觉得担心会打扰环境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同事其实以及这里的环境，我觉得对小孩子其实都是蛮友善。除了游戏区，就算伫办公区，小朋友嘛做伙来工作，同事嘛感觉真平常，因为大多数员工拢会当理解，带囡仔上班恐惊是不得已。很不幸的，
这个班同时有2个小朋友肠病毒，要放2个礼拜的假，那爸爸妈妈觉得很头痛。那我们公司在这个部分是它真的有蛮好的弹性，就是你可以把小孩带来。但我真的必须说，把小孩带来上班，其实可能是 double 的累，因为你又要上班，又要顾小孩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更。伫台湾273万名的这场妈妈，伫工作甲育儿之间非常辛苦。2016年立法院3读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条文修正案，明定员工人数100人以上企业必须要设置托儿设施，或者是提供托儿措施。但是劳动部调查所发现，目前全台100人以上的企业有设立托儿机构的比例增加只有1.2%，其中64.4%只有甲托儿机构签约，或者是提供托育津贴，34.4%的企业无提供任何托育设施甲措施。建国优先这场政府明定政策，但是无定出法则，互法条行动稀释。当台湾生育率一档的低落，要安怎让爸爸妈妈无后顾之忧？期待更较侪企业建立亲子优先这场，减轻父母的照顾担当。拍破职业场所对妈妈的轻视，袂因为女性有薪就袂共录取，更加来拍开着公司的大门，优先对待有假婴幼儿的母亲。跨国的幸福企业把性别平等的概念带入台湾，化为实际行动，让工作的环境更加人性化。台湾有愈来愈多企业嘛开始对咧安尼做，愿意更加体贴做妈妈的女性员工。但是这个话搁讲倒转来，带囡仔上班，敢袂影响到工作的效率咧？广告转来继续来探讨。